呀，跟你拜年。哎呀，拜年了，再来坐。看你坐，哎呀，你真有心啊你！我倒水给你喝。啊，谢谢。来，喝水。谢谢。哎，你妈叫你来拜年了？是啦。哎，你空手来咩？什么空手？我带礼物来耶！这是什么礼物？我送柑来给你。啊，这个柑啊，是什么柑哦？现在是网络世界了，安哥，你懂吗？啊，网络世界哦。安哥，我跟你拜年，怎么没有给我红包呢？哦，是红包，我去拿。红包来了，很多钱的。哦，多少钱呢？打开来看。啊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是500。啊，这个是500。500了。哈哈哈，现在是网络世界。啊，